常規家的圖樣，全能測得悲劇發生。徘徊生死的靈魂，還能怎麼躲逃避厄運？傳來某處的呼救，誰能解釋這一個疑問？從前規則的崩塌，誰能揮到主的追憶？有誰犧牲創生？誰分身化身？或消失，或給複製出基因試驗品，逼真卻發生，更試圖不走，離不開，誰敢登上小波挑戰命運？越是空般的平衡，越是光中災難發生。航行虛空的凡人，遺留虛空中永不超生。像湯姆在太空與沉默通訊，看着藍地下漆黑之中感恩。有誰犧牲喪生？誰分身化身？或消失，或給複製出基因試驗品，逼真卻發生，更試圖不走，離不開，誰敢登上小巴挑戰命運？我人絲不滿身，如此只愛